歡迎大家觀看形影體流團。今日我哋到日出康城睇過最新現樓，會德豐開發商的項目 Park Seasons， 單位實用面積537尺，即50平方，3房梗儲戶型，尺價約16000，即900萬不到拿下這個單位。客飯廳瞓明，我哋再睇下休息區，乾濕分離洗手間，客房同廳同方向，車數較少，可做書房。主人房三邊下床冇難度，配上落地玻璃窗，陽光充足，增加空間感。樓下大商場48萬尺，滿足各種生活需求。另外呢個戶型2房481車，即45平方，客飯廳長6.4米，闊2.7米，空間超闊落，加上極高層景觀，開陽望到海景，總價約770萬拿下。3段式乾濕分離配上明廁，非常難得。廳房同向同景觀，呢個地段你哋有冇興趣了解？歡迎揾我Cindy了解詳情。